月23，除了有罢免案，也有这核三厂敢要停放的公投案，嘛要来投票。今仔日获悉联合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是搁再来举行记者会，讲到即马当咧发展 AI 等高科技的产业，需要核电厂稳定的电力来支持。也毋过针对着核废料是要安怎处理的问题，立委曾随向是批评董子贤根本就无好好来回答。 由获悉联合科技董事长董子贤拍开真大看板，238位联署人全部是伫顶面。8月23日要进行全国性的重新启动核三厂公投，社方代表搁再邀集各界专家学者举办联署记者会，8月选前只要一个礼拜日来邮票。他们也纷纷投注在核能的发展跟研究跟直接购买核电上面。 那台湾为什么要落后呢？人家拥抱它唯恐不及，你却在计较能不能给他一点点的电。董子贤强调电力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程度。不过，进前反方代表民进党立委曾水勇是提出质疑，高解核废料长期放伫屏东，当地民众敢讲是二等公民，更加点名董子贤是不是应该放伫花莲的？ 17董子贤是讲，一个政治清廉、环境保护最低核定，拢是一流的国家公民。那好，不要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完全没有去做回应嘛，这个是一种高高在上啊。那你如果垦丁往上去300公里的话，台湾整个粮仓沦陷呢。 核废料议题即阵也未有定论，不过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10年前对核废料反对立场，不讲是加尻川空填起来，甲你讲好食，你哪吞得落去咧？俊也方重新来检视。吴国昌是向赖清德提出辩论的建贴。如果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，他真的对这件事情这么有意见，下礼拜我们加开一场公开辩论。 那我们建议他呢，首选当然是跟2018年的黄国昌来辩论，跨时空的一个辩论，精彩可期。因来民众党婚姻关东部副主委林美丽批评国民党对823公投无积极，吴国昌讲合作愈快，国家利益搁有政党。国民党是发面世呼吁支持核三厂重新启动公投，转来到稳定的能源正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